早上，欢迎收看这一位娱乐早起新闻，我是孔阿文。先开始，咱们来关心的上新的消息是香港方面这边的。香港泛民主派伫这区议会选举摕到大胜利，昨下暗这香港立法会议员叶建源甲5位新当选的区议员，有哪入去，今嘛也个示威者的理工大学的校园，看也个留伫遐的示威者。理工大学有哪伫半暝发表声明，表示讲今仔会考劝示威者和平离开，有哪呼吁警方爱赶紧解除封锁。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25公布，泛民主派摕到超过8成席次，民众欢喜伫街头庆祝。泛民主派议员董森林，即昨下晡赶到理工大学，呼吁警方撤离。伫暗时，有民众游行支持理大。按到暗时10点半，立法会议员叶建源甲各位新当选的区议员是到店进入学校看示威者，了解因的状况。According to our observation, I think the two persons we met were in very good condition. They are very, they respond to us very fluently, and I think they are in good health. 理大学校高层学校内底尚无过50个示威者，不过叶建源表示，佮唔知影有偌济人伫学校，希望所有示威者拢能安全地离开，呼吁警察赶紧退场，互学校处理。I think the best way to resolve the problem is the police leave and then the university authority take over the management of the campus. So it will be the best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理大这是伫25暗时10点45分发声明，表示26会派真济小组进入学校，劝示威者和平离开，嘛希望警察赶紧解除封锁，和学校正常运作。香港警察昨下讲，会和示威者和平离开，但是登记未遂掠人。记者综合报道。开始，香港泛民主派因一边在庆祝这届选举胜利，心肝头嘛是搁挂念，也搁伫理工大学的示威者。伫昨下晡，这民主派拄当选的这议员嘛，去这理工大学附近，呼吁警方真正爱赶紧撤离，互示威者会当出来。今仔伫香港的中环哦，有人发起伫选举了第一场的快闪活动哦，伊要来声援讲，即嘛目前搁伫香港理工大学内底的示威者，现场气氛是搁较轻松哦，有人搁摕香槟来请大家啉，因为今年的选举哦，民主派得到真大的胜利，也毋过对这个民众来讲哦，伊嘛毋知未来安那，伊希望政府会当善意来回应因的5大诉求。Make you happy? Of course, of course. 人权法通过以后，这是第一个小胜利，然后这次的选举就是第二个小胜利。但是我们的5大诉求一样也要坚持，一样还没有一个诉求是达到的。你知道中共他不守信用的啊，他们什么都做得出了。还有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孩子了。在中环快闪的过程中，亲中的新民党主席陈保安局长也老宿已经过，被示威者包围抢声。防暴警察出动，一度给伊护送上车。下晡4点，打当选的民主派议员做伙伫理大附近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警方撤离理大，甲个留伫理大的示威者放出来。释放里边在 Polytechnic 里边的学生，这个政府要知道自己做错，他应该5大诉求缺一不可。5个代表正确，看看警方为怎么处理我们。我们还有想给一个压力政府，我们是跟他们一起的。但这个顶5名代表进入理大校园了解状况，警方嘛放出诚意，会安排谈判专家进入理大，和理大代表的人士和平离开，只登记未马上掠人。警方嘛已经部署大量的警力，严加戒备中。公司记者陈淑君、张玉水香港采访报道。是除了这理工大学的示威者以外，这泛民主派因赢到这场的胜利，上重要的就是要呼吁香港政府爱回应5大诉求。即马香港气氛热闹，相信状况咱也要连线，互人伫香港的台记台特派记者陈淑君。
是主播香港早起菜市啊，拢已经开始准备，真侪人嘛拢坐啉早茶。礼拜日香港区议会选举对香港民众来讲，因的心情是非常的复杂。虽然民主派摕到9成的席次，其中的建制派只摕到1成，对抗前5个外位香港民众来讲，伊会使是吐一口气哦。也毋过伊嘛知影欢喜一家军啊就好，因为因抗争的目的，希望要求一个真正的普选，甲对警方展开调查等5挂诉求，政府是一项拢无回应。全台约有30名示威者，佮坚持伫香港理工大厦内面，将民主派的新科议员嘛发起抢救，因派出5位代表入去理台，嘛甲警方参详。警方目前的态度是讲会让这人平安离开，出来先登记，未马上抓人。理工大厦嘛伫今仔开始伫学校内面找人来考劝示威者离开，嘛希望警方改图方式，互因会使赶紧来整理校园。虽然选举结果民主派摕到9成的席次，也毋过为着票率来看，民主派摕到将近6成的选票，其中的建制派摕到4成，社会对立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真侪示威者讲，已经做好长期抗争的准备。香港社会敢有法度会讲剩这几天安尼继续平平静静，就要看香港政府甲北京政府安怎来回应民意咯。公视第一台特派记者陈淑君、张玉水伫香港的采访报道。是确实，这5大诉求，这香港政府这边有啥物上新的回应的？其实，昨因的特首林郑月娥有发表这声明，在讲尊重这届选举结果，政府会斟酌听，毋过对着反送中5大诉求，拢是无回应。另外，中国外交部的这部长王家云在讲，毋管发生什么代志，香港拢是中国一部分。对着这届香港的选举，中国官方媒体拢无报道。礼拜日的香港区议会选举，泛民主派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发声明表示，特区政府尊重选举的结果，伊嘛注意到民间对结果有真侪分析甲解读，有真侪指出，这个结果反映市民对社会即卖状况还有侵占问题的不满。特区政府一定会检讨来听市民的意见，认真反思。毋过针对泛民主派反送中5大诉求，林郑月娥并无回应。人伫日本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阁一解讲，无论是发生什么代志，香港拢是中国的一部分。不管香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搞乱香港，甚至要损害香港的稳定和繁荣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得逞。另外一方面，中国官方媒体对香港选举结果拢无报道。人民日报2号的头版完全看袂到香港选举的报道。环球时报社评是指出，香港选举无可能冲击到一国两制，泛民主派得到更较侪席次，并无代表香港选民支持暴力示威。若是新华报嘛，阁一解强调讲，止暴制乱是香港目前上要紧的任务。记者综合报道。马尾来看到今仔的报纸有啥物重要的消息无？先来看的是联合报，由这台大甲师范大学甲这台湾科技大学所组成的台湾大学系统3个学校，打算讲校期是毋是当对这一般的18礼拜缩短变做15礼拜，互学生会当学习更加侪项，互这国际生会当更加来台湾。这台科大校长是来表示，望明年会当实施，毋过教育部这边是回应讲，爱确保这教授教课的时间、学生学习的权益以及教学的品质这的问题，所以会过来参详。再来看是这彭国。这美国的国防部长艾斯培开除了因的海军部长史宾塞。国防部发言人来指出，讲史宾塞直接讲走去白宫和高层的对话，伊公开甲私底下所讲话拢真矛盾，互这个艾斯培对史宾塞失去信任甲信心，所以叫伊爱家己爆发还叛乱。来看到自由时报。日本当时公司宣布讲，研究简单用一滴血就当伫2点钟内检查出来，讲是毋是有来调着腰鞘癌、胃癌甲大肠癌，总共有13种的感染，而且这准确的比率有到99%，连原位外拢袂当走险境。当时表示，明年会开始来进行测试。来看，因为讲有一个间谍案，这是一个自称讲是中国间谍的王立强，之前向这澳洲的媒体专访时阵表示，捌互这香港的中国创新投资公司的主席向心去收做间谍。调查局嘛已经伫这通讯机场查落来准备要出境的这向心翁仔某，经过透明约谈问话了后，今仔日饭店要求限制2个人出境出海。
中国创新投资公司是发表消息来指出，讲因公司的执行董事洪阿婆伫要离开台湾的时阵，收到法务部调查局的通知书，要求配合调查，所以两个人已经嘛请台湾的律师提供协助。中国创新投资表示，讲这对洪阿婆对着代志这新闻所报拢唔知影，而且王立强将来都唔是因迄个集团的员工这个新闻报道应该拢是编的。咱后尾看到是澳洲这边，这个讲家己是中国间谍的查甫人，是伫澳洲来找找政治庇护。有哪讲这中国陷入去台湾的政治社会各阶层，要互蔡英文总统无法度连任。澳洲第9新闻台访问这个查甫人，该付这个假名叫做王立强，因为牵涉真大，澳洲政府即嘛出手来调查。我们对台的工作呢 Taiwan was the most important work of ours. The infiltration into media, temples, and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渗透工作。专访这查甫人是澳洲第9新闻台上人气的节目60分钟。主持人提问讲，中国渗透台湾各界目的，是不是就是将总统蔡英文诱落来，互北京较假的候选人当选？伊直接回答讲无毋对。这名伫专访中化名王立强的查甫人，佮标出佮较侪内幕，指中国想要互澳洲华裔商人调普代表墨尔本选区参加今年5月国会大选。打算提供100万澳币，相当2070多万的新台票资金，本身就是执政党自由党党员的调普，并无答应中国方面的要求，反倒倒来将这件代志向澳洲安全情报局寄发。无偌久，也就是今年3月，调普被人发现死伫旅馆的房间内。澳洲政府呼吁唔通先下结论，静待情报甲执法单位调查，也佮强调这对外国势力渗透，互政府感觉非常不安。Under our government, the resources have never been stronger, the laws have never been tougher, and the government has never been more determined to keep Australians free and safe from foreign interference. 澳洲媒体报道指出，伫专访进前，中国政府就提出大量所谓证据，说明这叫做王立强查甫人伫2016年就被上海法院判决诈欺罪成立。不过60分钟，制作单位表示，王立强这名字只是这人专访用的假名，伊的真实身份从来无伫澳洲公开过。中国为什么伫2019年11月，雄雄出现所谓王立强被判诈欺的法院文件，互人是无傻傻。记者综合报道。嘛，和这个代志有相关的，就是立法院民进党团是举行记者会，公布了反渗透法的草案条文，呼吁这条约爱支持。不过国民党团刷来这期，讲中国间谍王立强的事件，时间真敏感。立法院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亲身召开记者会，公布反渗透法草案条文，主要是因为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干预，想要影响台湾的选举，才会提出草案，补足国安5法的不足，呼吁条约做为支持。针对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干预，然后最主要是确保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当然，最主要是维护国家主权。以及民主宪政的秩序，这就是这样一个原则。草案明定，任何人袂当接受渗透台湾指示、委托也是资助、捐赠政治现金，或者是影响选举罢免公道行为，违反者相关的当处5档有期徒刑。但是顶礼拜六则标出中国间谍王立强去澳洲找找政治庇护事件，8月反渗透法草案的公布，时机真敏感，引发国民党团的质疑。很多的事情其实不是用个时间点，就这样子这么敏感的时间点来推这样子的法，其实会被全民所唾弃啊！反渗透法和所谓这个周末有关于这个澳洲这个问题完全是脱钩的，完全没有关系的。那增加这个11条，增加这个自首条款的话，我相信这个是大家能够接受的。民进党团强调，草案已经布局真久，而且无采登记制，是为着避免更加侪争议。不过，亲民党团总调李鸿钧是认为，修法应该爱更加定真。中国大陆介入，那就要处罚他。那美国介入嘞？修法的内容，修法就必须要有它的完整性嘛。
我们不要担心，就是说今天提出来，到底修法来及来不及了哈？因为各位知道说届期不连续嘛，哈。对民进党团提出的反渗透法，时代力量表示支持，希望国亲两党莫反对。这个反渗透法草案按算伫拜四调开公听会，拜五送二读，要拼伫这个会期完成3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到，蔡英文总统是拜访了台积电伫台南的晶圆18厂，有那特别感谢台积电加紧留伫台湾培养专业的人才。另外，看到香港区议会这届选举是民主派赢，总统是表示真欢喜看到香港人站出来发表因的意见。对TSMC 也就是台积电这个名字，我们感到是非常的骄傲的。总统蔡英文25日去台积电台南晶圆18厂参观，意思是特别感谢台积电群留台湾培养专业人才。台南也加做新兴半导体产业基地，将对香港区议会选举泛民派摕到优势实处。蔡总统呼吁港府重视选举结果。我们也乐见，就是说这个香港的人民愿意走出来表达他们的意见，然后参与一个民主的过程那我们也希望这次的选举的结果被尊重。建制派呢，可以说一败涂地，民心向背非常清楚。如果以国民党不分区候选人名单来看，说他们的立场跟香港的建制派一样其实一点都不过分。民进党中央成立护国保台造选团目标放伫西关热调选区，罗清德呼向香港局势，讲到国民党不分区名单力量甲建制派同款，伫护国保台大目标下，坚定台湾主权，和明年自控制控大选，亲像香港同款民主团队胜选。总统府也发声明，指香港选举民意自产展现香港人追求自由民主绝对意志。蔡英文也佮回应强调案件，强调已经启动调查定数。所谓的间谍案其实它所牵涉的不只是台湾，还牵涉到其他的国家了那么更显得这个案子我们要来严肃审慎的面对了所以我们已经启动我们的调查程序了那也会跟其他的国家来进行合作。蔡总统强调，伫调查结果也无清楚进前，不应该以中国讲话单方面下定论。针对牵涉总统大选的敏感议题，蔡总统避免争议性发言，真小心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嘛要看到其他头人因的意见。这亲民党的总统参选人认为，讲这届这香港区议会选举民主派赢真济，是一个真好机会，和香港有对口嘛，应该爱找到好的对象，做伙来讨论未来的对策。台北市长郭文德有那讲，选举就是反映民意，呼吁北京政府爱来面对香港。2020的选战愈来愈近，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下晡提出伊未来的施政方向，要甲政治中心迁到中台湾，经济中心伫台北，南部要发展成未来长期较好的所在。对香港反送中造成区议会选举民主派赢过建制派的结果，自认是帮助台湾为维权走向民主的宋楚瑜认为，香港选举的结果是一个真好的机会。这么好的一个契机，让香港能够有一个对口，然后呢，找到了对象，来共同讨论出来一个对策，才是做对的事情。宋楚瑜望这届会当选出备受信任的对象，甲香港政府来对话，代替伫街仔路对抗。台北市长郭文德是认为，香港选举反映民意，呼吁北京政府爱实在面对香港的状况，解决问题。郭文德自认伫两岸行中央路线，但是进前甲拄啊算区域改列新党不分区第一，看起来亲像是共产党提名的人选的言论，互区域认为伊违反选罢法，想要互人无当选，去地检署按铃提告。自己被人家抹黑抹红，于是就反过头去对无辜者进行抹黑抹红。这样的行为让我对柯文哲大大的失望。你一下子在国民党，一下子在新党，可以同时影响国民党跟新党的幕后老板这个猜也猜得到这个所以有时候我只是
讲出大家的想法嘛，我是比较白目就讲出来这样而已。面对中国干涉王立强的案件，国民提讲，中国对台湾一定有动作，但是民进党逐工拢画出来啊，无路用。重点是规个国家的保防体系爱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马上看到政策，这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团队公布讲，对于出世到6岁的囡仔，国家来饲的政策，讲当年拢6万块补助到6岁。啊，行政院有开说明会，拍算讲伫4年来这请囡仔的这津贴要改组，逐个月补助5000块，补助到6岁。行政院表示讲，这项政策早就伫2年前都在研究啊。我们讲说他政策自己发想的能力是0分，但是抄袭人家的政策，然后赶快撒币，这是100分。挽救性乐团韩国瑜国政顾问团队副处长陈静25报告具体的年会至6岁国家饲的政策，一开始就先批评蔡英文超人的。韩国瑜团队画出幼儿666政策，头一梯生育补助3万，第2梯补助6万，另外养育费逐个月5000，算算咧，每年6万块一路补助到6岁。前教育部长吴清基嘛画出，国民义务教育会向下延伸，为5岁开始，3岁4岁免学费，公设3岁以下幼儿教育中心以及提悬私立幼稚园都收费2000。520以后出生的小 baby，看他是第1胎或是第2胎以后，分别有3万跟6万的补助。我们不要用那屏东的那个蚊子防长线的高铁，我们用570亿搭建人才高铁。面对韩定雅伫生育政策顶面出招，行政院嘛提出政府的幼稚政策，搭配蔡总统进前画出幼稚津贴阁增加来缓解。会增加到6000，那这些6000明年1月1号开始，我们原则上会中央买单，最好在第2胎就加，所以我们未来也是在第2个子女开始就加额1000。行政院表示，按算未来4档内新的幼稚补助会对即马逐个月2500增加到逐个月5000，会一直补助到6岁。第2个囡仔加发1000。针对韩庭雅批评超人的政策，立办也强调，2017年年底行政院就开始规划小组督化对策，继续扩大办理，资料拢公开伫网络。反对党的批评张善政时空错地，功课做无好。记者综合报道。马上看到天气，今仔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甲东半部一寡所在沿岸有这短暂落雨。来看详细的温度。今仔到明仔载，这东北季风有小可较弱一丝啦，啊，毋过亲像东北部甲这大台北山区落雨机会嘛是较悬，气象局沿岸相对着双北、基隆甲宜兰发布了大雨特报。啊，这北台湾天气较凉，早暗这天气有会较寒一丝啦。今仔透早上低温是伫富贵角16.6度，北部日时的高温有20到24度，中南部应该有这28、29度，南北温度差较济，有那请乡亲爱注意这温度变化。来看到台中市政府这2年伫个铁点山来开5千万亩，整理这龙眼区甲公园，啊，毋过有议员讲，伫这山边是一直在帮，林务局表示，嘛有在做山边的工程，上紧年底就会当来完工。拄空翕的影片会当看到铁点山北边也是继续伫放90几公尺深的山壁，边啊就是台中市的雕塑公园。这款的影像，互人看甲心惊惊。有市议员烦恼讲，若是搁拄到强降雨，可能会去威胁到游客安全。2年多来，已经崩塌了10几公尺，人行道一再的内缩，我们觉得这个对游客非常危险。议员表示，2年前台中市政府伫咧铁点山修炼线投资5000多万来起龙眼区甲雕塑公园，啊，毋过因为铁点山继续伫放，雕塑公园人行步道的航马区，啊，佮附近的公共便所拢用安全理由关起来。希望讲市政府甲林务局沟通，来起更较有效的护山工程。对这个代志，林务局当时林管处表示，已经采用更轻来处理，会当对抗土石放落来冲击力。钢光的基础都有打混凝土，都不会让它有水渗下去。那钢光本身质地坚硬，可以抵挡这个坡面的不稳定的这些土石的冲刷。林务局强调讲，这项工程从1804年开始分4期来实施，总预算3300万，到今年年底已经是要完工的阶段。经过今年5月份到9月份风台大水后的考验，看得出边坡防治确实有效果。
而且这样讲法利用当地的牛石会当加速排水，增加生物的栖地，会当落实水土保持，还有边坡防灾。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方面消息来看，是这德国的德勒斯登有名的珍宝博物馆讲到贼偷，博物馆内底有一批珠宝，互人偷摕去。根据德国媒体报道，损失的金额相当是新台币300多亿，这算算有那是这几十年来上大件的艺术品碰击案件。警方伫博物馆外口救防线监视人员详细调查。德国东部大城德勒斯登伫旺江的立强珍宝馆，25号透早4点半捡贼仔走入去。根据德国媒体报道，有100件珠宝抢偷去。Die Täter sind offensichtlich, das haben Sie auch gesehen, durch ein Fenster in Richtung des Schlossplatzes eingedrungen, haben dort das Gitter durchtrennt und dann die Scheibe eingeschlagen und sind zielgerichtet auf eine Vitrine zugegangen. Diese haben sie dann zertrümmert. Danach sind sie, wie schon gesagt, wieder aus dem Gebäude raus und verschwunden. 警方表示，同一时间，博物馆附近配电箱导火，造成警报系统甲照明无效，虽然停电，不过监视器正常运作，翕到2个男子走入去过程。立强珍宝馆是欧洲历史上久长的博物馆之一，馆内差不多4000件唱架、金银珠宝打造物件。博物馆指出，这摆向偷去的包括3套珍贵闪珠珠宝。brauche Ihnen nicht zu sagen, wie schockiert wir sind auch von dieser Brutalität des Einbruchs. Meine Rolle ist hier nochmal zu beschreiben, dass es sich hier, wie Sie alle wissen, um einen unschätzbaren kunsthistorischen und kulturhistorischen Wert handelt. Hier sind nicht nur die sächsischen staatlichen Kunstsammlungen gestohlen worden, sondern die Sachsen insgesamt. Wir wollen uns jetzt hier ein Bild machen über den Schaden und über die Ermittlungsarbeit. 德国媒体报道，强偷去的珠宝超过10亿欧元，差不多新台币336亿，目前也未抓到贼仔。记者综合报道。我要看到这美国海豹部队的军人来犯着战争罪争议，即嘛是愈步愈大条。海军部长史宾塞是和这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介是透露，上主要原因是史宾塞私底下直接对着白宫来提出建议，表示讲对这国防部长的做法失去了信心。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二是宣布开除海军部长史宾塞。根据了解，原因是史宾塞无先甲讲，到私底下甲白宫提议，只要白宫莫甘有海军对海豹部队的军人加拉格处理的情绪，伊会保证加拉格会当以海豹队员的身份退伍。加拉格被指控犯下几项罪名，包括2017年驻守伊拉克的时阵，杀害一名15岁伊斯兰国的战犯，佮含战犯的尸体翕相，向非武装兵民开枪。但是今年7月，法庭敢若判伊降职和没收海豹徽章处分。听加拉格的美国总统川普在1月15进一步开放伊的军阶，抓引起海军的不满，宣布最近召开军纪检讨会，裁决是毋是要将加拉格赶出海豹部队。川普知影了后真无欢喜，推文强调海军绝对袂当将加拉格的徽章背掉。Can you confirm or do you want to comment on this story that you were threatening to resign from your post? Contrary to popular belief, I'm still here. I did not threaten to resign. 艾斯培表示，史宾塞立场不定，对伊失去信心，所以爱伊辞职。但是川普有无共款的讲法，推文讲史宾塞无好好处理预算超支的问题，才互人撕掉。佮表示会提名美国驻挪威大使布雷斯韦特接任海军部长。纽约时报报道，川普是美国现代史上头一位赦免战争罪罪犯的总统。伊毋但赦免2名伫阿富汗战争犯下战争罪的军人，如果阻挡加拉格被降职，会对美国社会造成真深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美国电动车的大厂特斯拉发表因上新的皮卡车，讲会当来这风弹，互人弄着。这发表会现场也搁特别用铁球会当降车窗，想不到讲当场山牵出真大的笔顺，有哪互因的执行长真眼药。特斯拉这台新车 Cybertruck 一出场就真吸引人，伊外形真像运行战机，跟一般卡车后斗是开放无同，改用方便外形取代。车身则是用钢棒打造，讲会当走动，到毫米的性质。现场电视用钢推拍嘛无问题。那车窗的玻璃同款采用防倾斜设计。We're going to show you just how hard.
执行长马斯克请工作人员用铁球测试，说以外讲甲避开，让马斯克真解药。Maybe that was a little too hard. 佮等一摆试看卖，结果较细力的结果嘛差不多。伊虽解讲你看并无拍破。除了电视安全 ，Cybertruck 其他好处佮包括有甲赛车比的加速度，顶级版本为零到100公里的加速时间较无3秒。动作拖车表现嘛比即卖版本好，即摆发表会显示 Cybertruck 佮有改良空间。分析师认为，上紧的上市时间会伫2月了后。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所等嘅台湾来关心的是南湖大桥长桥意外，毋过立法院第审查港务公司的预算，发现讲明年抑阁变500万的医护预算。刘伟是批评讲桥拢长起来，抑阁变啥物医护预算呢？是莫名其妙。另外，这届长桥处罚的名单，港务公司嘛已经送去甲交通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再去审查港务公司明年度预算，专项发现港务公司伫咧明年度经费当中编列500万来维护南方澳大桥，但是大桥早伫咧10月份就登起，立委质疑这条预算莫名其妙，全部抬掉。如果你早一年编，你去年就编这样的维护费用，是不是就可以？也许有机会就可以避免掉这个悲剧啊！这不是莫名其妙吗？你桥都断了，你现在编这个预算进来干嘛？去年的部分就编，那今年的3月就正式把它编入了，所以这个部分事实上是真的是没有执行的必要，我们同意来500万。港务公司代理董事长黄桥林嘛证实，长桥检讨报告含建议停出名单，顶礼拜5已经送出去，填报交通部，会对所记在1当前第一线和相关的督导人员，名单不排除总经理顶级的人员，但是最后停出结果由交通部定夺。有关的这个主管，包括第一线负责的主管，2线督导的直接督导、间接的主管，都在他们的建议之中。黄桥林表示，这份调查报告是由交通部行政署和人事处会同港务公司做伙完成的。历年来，大桥管理权责的转换时间点拢大致检讨，比第一版的调查报告较完整，会由交通部核定了后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旧的南投县议会议政大楼营运放伫遐4档了后，即马嘛在拆。县政府表示讲，已经公告招商5万是大卖场甲电影院会当合作伙。毋过，有学者建议爱含这台中人客有分别，安尼生意才会当做久长。怪手甲重机具将门面规个拆掉，南投县议会旧机政大楼正在进行拆除作业。这地点要转型成做南投市区的复合式商场甲电影城，民众非常期待。还有加一个选择嘛，对吧？哈，要不看电影慢慢再走去台中，那就在南投就可以了，比较，但是又怕它没有声音会倒掉。南投县的旧机政大楼，2014年3月议会搬走了后，就一直无咧用。拆除建设后，未来会以 BOT 方式委外经营。而小泰集团已经甲县府签意愿书，按算投资10亿规划商场电影城大楼。南投县政府也已经完成变更，启动上网络公告招标。目前有小泰在内3间企业表达意愿。那都是复合式隐藏的业者哈，所以我们在12月16号截止这个收件之后呢，那我们会依照促参的程序来召开评审的相关作业。南投县政府表示，除了应带动周边乡镇发展，增加夜间消费力，土地也应活化，按算大致每年3到4亿的商机，增加1000个工作机会，也计划结合中型新村直接甲德山地区的观光线。专家建议，必须爱甲都会区的客栈区分，也不可能做到说很高级，然后让台中往那边跑，主要还是应该以吸纳这个南投的旅客，好，而且应该是说他们又没有要特地跑台中，好，那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区间，好，就是比现在好，可是又不会超越目前台中这样的情形。专家表示，乐见南投观光组织活水，毋过避免消费站停塌，建议注重地区性甲在地特色规划，锁定当地需求甲消费力，将永远经营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有上百位这应召的这居民，
无5万这鸦片公司甲屠宰场刷起甲演奏，准啊去议会顶前，民众讲三明区无爱唔通刷起甲演奏，因为因烦恼屠宰场会污染因的环境。演奏区这片占地5.7公顷、正湾往来的大塘土地，未来有可能是高雄鸦片市场和屠宰场的预定地，所引起当地不满。燕巢反对设立屠宰场。燕巢反对设立屠宰场。趁议会市政总质询，25再去上百个人去抗议，民众烦恼污染环境，拒绝接受。交通，环境当然会啊。我们那块地，我们的地区水淹区那边盖住宅区啊。那别人的地方都住宅，他们不要了，我们为什么要？当地民代嘛出面声援，立场控诉地方进前拢唔知影，一直到11月初才听讲屠宰场要迁来里内面，因为附近几啊百户人一定会影响居住品质。居民签上1000份联署书表达心情，市府回应高雄鸦片公司由高雄农局经营，但是不管鸦片公司迁徙去倒位，市府会要求依照规定进行。如果要迁移到什么地方，高雄区农会在处理啊，我们市府不会介入。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不管迁到什么地方呢，那个地方一定要做公听、做环评，取得地方的民意的支持。高雄鸦片运销公司因为交通和污水的问题，被评估无适合国经营。这4当市府议定迁徙计划3届拢互人反对，这届拍算去演奏，阁断掉管单。虽然市府强调会伫咧得到支持才迁徙，但是有高雄鸦片运销公司4成9股权的市府，未来会退股不再参与经营。到时阵敢会当阁影响这件迁徙案，恐惊也唔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南回铁路顶悬，互人叫做讲上水的火车头都量车站，资本车头的边仔，讲太麻里乡公所规划打头仔专区，最近刷走伫遐有扣封锁线，风景拢破坏去了。乡公所表示讲会赶紧来征收。火车通过多量车头，经过列车，佮加上超级水的海景，互伫遮等待游客拢相真翕相。南回铁路多良站伫咧10年前废站，毋过煞变做观光景点。即马是游客上爱翕相登开风景区，毋过有游客发现，伫车头门口沿路行到观景平台，原本设立打区，即马店头拢刷走，而且佮有封锁线，而且变甲真垃圾，互上水的车头变歹啊。其实还蛮遗憾的啦，不过这样也好，因为这样拍照比较没有人。这样看出是很漂亮，可是因为这边在维修，可能就比较可惜。管理打区的太麻里乡公所表示，多量车头变做观光景点了后，乡公所伫咧边仔公有地规划做打区，毋过使用真侪年，建筑物会漏水，外观的铁架嘛生銎。这个月用30多万要来进行征收，后个月10个完工了后，就会恢复做原本的模样。我们只要把这个部分去改善，那台湾区他们进驻的话，因为设施有改善了，他们也会更愿意去做一些装潢啊、布置啊。有游客认为，其实施工期间嘛会当兼顾外观，会当用彩绘围篱来代替封锁线，降低甲4颗围啊美丽景致无协调的感觉。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政府即马要打造南台湾第一个消防搜救训练基地，有直升机立体救灾建筑物倒去的搜救现场，有哪派人去国外来学讲这崩坑救援的技巧。培训人员只是搜救犬，模拟伫救援现场的情形。马上找到我们的那个受困者的话，他马上会叫。那我们的会叫的话，都要求要会叫30声以上哦。搜救犬伫倒去的建筑物外口四界找受困的人，这是屏东县府消防局为着培训和提升消防人员的技术所设的特种搜救大队训练基地。基地内面包括闪燃火柜、长水味救援池和火车事故重型救援场等等12项的训练场所。人员就是跟装备器材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以内，就是透过这个可以直接就是直升机的缩短我们到达灾区的一个时间。为着因应按算今年底通车的草埔隧道，消防局佮专工派人去国外学崩坑冷血救援的专业技术，希望对未来崩坑的救援工作有帮助。在隧道里面，它的做排烟机的排烟的那个实际的操作。那另外我们去参访他们的隧道的那个行空中心，所以未来在我们那个草埔隧道这边的话，就是要去跟我们的行空中心要再做一个配合。自从基地成立到今，嘛办真侪训练和消防教育推广，
顶个月底举办的车祸救援技术挑战赛，总共有21队参加。透过人员互相学习，希望提升整体消防救灾能力，嘛保障咱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记录屏东那边乡的地理、历史甲人文资料，这那边乡志定变定出了，因为爸爸洪台了后，因也改变真侪，所以那边公所是希望有较斟酌来记录那边安怎来行出爸爸洪台的过程。阮即马原有的资料我拢无甲变，所以原有资料藏起来。掀开那边乡志，屏东那边的地理、人文和历史真在感情。这是新编的，旧版的为1985年出来了后，到达已经过34年啊。因为屏东经历过北北风灾，地理样貌有真大的改变，所以那边乡公所重新编新的版本，加做一套3本。我现在已经30多年了，然后中间就是一些天然灾害、重大灾害之后，有很多资料都灭失了，所以如果不赶快把这个资料整理起来哦，以后的子孙可能没有资料可以看了。除了保留初版、新编的2本乡志，改变英俊文字较侪的形态，以大量的相片串联故事，也用较活泼的文字来写，总共61万字，希望提升民众阅读的意愿。地理做一个记载，反正哪边正大家看到的，霓虹灯也好，遮个商店也好。拢渐渐，大家拢有一个复苏的这个景象出来。新的乡志出版了后，乡亲反应真好，公所也考虑做电子册，提供民众在官方网站认捌那边经过北北风灾的过去和现处时。记者综合报道。麻烦来看到婚礼的高丽菜外销哦，农粮署头一届透过这越南乌志明市超市通路业者，甲咱台湾的高丽菜外销去越南，即马讲已经接到10个货柜180吨的订单了。当地人员当时真无闲，要将这高丽菜外销出国，因为目前婚礼的高丽菜当咧大出，品质悬，产量阁济，产地高丽菜计销10公斤大约是12块。咱国农粮署为着要稳定产销，是头一摆决定要将这高丽菜销去越南。我们的预冷设备、真空预冷的设施，让我们的保存期限能够延长，所以它的新鲜度、它的这个鲜脆度、它的甜度以及口感等等各方面都非常适合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消费者的这个口感。农粮署表示，往年的高丽菜主要是外销去日本，不过这期的高丽菜品质好，比越南当地更加好吃。经过降温保存，可会当放1个月这么久。这个月月中已经有第一批高丽菜伫越南就市，消费者的反应普遍拢真好。那越南的话，当地的市场的行情大概是台币7块到8块。那我们目前菜到了越南的话，我们大概可以卖到11块，将近12块这样。那我们认为未来有信心可以把我们这个蔬菜的价格到那边能够拉到大概是15块左右。云林在地农产公司表示，越南的高丽菜毛销来台湾，不过因为越南的天气较热，大部分拢是用伫食品的加工较济。台湾高丽菜赢伫口感，虽然价销较悬，也是销了真好。到目前为止，已经接到10几，差不多是180吨的订单，希望透过外销保护农民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是海洋国家，不过即马咱台湾现有的这海洋研究船拢是20-30年的老船咯，有哪欠真侪新的设备。科技部自去年开始，就委托台船公司来做3只新的海洋研究船，有哪正式交船咯。经过2月建造测试，由科技部投资的国家海洋研究船新海研2号、3号正式交船。整个吨位的提升，可以让我们科学研究团队它跨领域上传的机会跟合作机会也大很多。大气的环境所造成对我们气候变迁的这个影响的部分，所以这几块应该都是可以利用这个海洋研究船。船是越小越难造，最新的这种状态，譬如说加了这个海上的这种保持平衡的这个陀螺仪啦，学界所需要的那些高阶的研究声呐设备什么，全部把它安装进去了。
目前台湾的海盐1甲3號服役20年已經真久，也欠缺先進設備，而且總統位確實風險過大的時陣無法度出海，所以有部分季節的資料無夠完整。就喺2018年1月，科技部導致16期交油大船重新打造，28交船新海鹽2號、3號總統位提升，攏是811棟，長45公尺，寬11.2公尺。儀器當中，都鋪了老破機，用電切看無的底樓。大因素甲多因素探測機，攏比目前的研究船裝備較新、較準確，也有專家 DP 動態定位系統、水下定位系統等新的設備，這攏用加做海洋研究的重要助力。擁有5部可以船隨時開了的聲納設備，水深的變化，甚至那個海床的地貌、水下定位的導航系統。因為我們有時候會放一些無人的載具或者是 ROV 下去，那他就可以跟他互通，告訴他說你現在的位置在哪裡。新海鹽2號、3號分別由海洋大學甲中山大學負責管理。2號研究範圍主要規劃是台中100到日本海域，按算每年農曆春節過後開始執行任務。3號是台中以南海域為主。另外一隻1000棟的新海鹽1號會交由台大管理，目前也在基隆港當中，按算每年測驗收完工。記者綜合報道。醫藥健康方面的消息，這頭頸癌是台灣的男性較接發生癌症，講排佇個第4名。國家衛生研究院有上新發現，講台灣有一半人欠缺一種代謝酒精的基因，就會增加到這種癌症的風險。細半年中未少人趕場食買雞，總是免不了會啉燒酒。國家衛生研究院上新的研究發現，若是人體先天有基因的缺陷，佮再加上逐禮拜有啉燒酒的習慣，建議啉燒酒的量，像講比如350cc、紅酒150cc、高酒45cc 的人，會增加頭殼和頷管得癌的風險。那乙醛呢？它會造成 DNA 的破壞。那我們都知道 DNA 呢 ，DNA 要是被破壞呢，可能就會導致癌變。國衛院研究團隊表示，啉燒酒所產生的乙醛是一級致癌物，當酒精入人體了後，會先由乙醇去氫酶 ADH 代謝做乙醛，佮再由乙醛去氫酶 ALDH 代謝做醋酸。一旦 ALDH2 基因產生變異或者是缺損，除了會互人啉燒酒了後，較會面紅、心肝頭、皮泡菜，嘛會乙醛累積佇體內，增加得癌的風險，尤其會咽癌的風險會增加19倍，上界明顯。一般喝酒習慣都是以大口喝酒，或者是直接吞就灌到喉嚨去比較多，就是說習慣上比較少說含在嘴巴裡面很久的時間，所以通常你曝的時間當然在口腔裡面曝的時間稍微久一點，但是直接到喉嚨下咽曝出來大會比較多。另外研究嘛發現，除了頷管和頭殼的癌之外，啉燒酒嘛增加食道癌、肝癌、大腸癌和ลิ้癌的風險，因為有將近半數的個人體內欠缺乙醛去氫酶功能。研究團隊希望透過這項研究成果，呼籲個人較莫啉燒酒，為家己的健康把關。記者綜合報道。咱知影類固醇這種藥啊是正定用佇對抗發炎的藥品，毋過有這種的這目睭藥啊，若要用的時陣愛真注意，因為有一個查某囡仔點這種目藥水點了2年外，嘛無當去互醫生檢查出來失明咯。第一間科內底，囡仔人點藥水追蹤視力，還有人因為目睭過敏來看診。有當陣醫生會看你的鏡頭來開這種號做美國仙丹，也就是類固醇的目藥水。這款的藥水會當治療過敏、結膜炎等等的症頭，毋過要使用時陣愛真細緻，因為囡仔甲重度近視的民眾，若是長期使用，會致使眼壓傷過懸，可能有後遺症。像講一個9歲查某囡仔，就因為2年來長期使用類固醇的目藥水，煞無追蹤眼壓，落尾倒眼失明。兒童還有高度近視的患者，還是有青光眼的病史的病人，他在使用這個類固醇的眼藥水的時候呢，眼壓也比較容易會上升，對我們這個眼球的這個視神經產生一些壓迫，那久了之後呢，就變成視神經就受傷。醫生講，囡仔人本身眼壓就較會懸，點類固醇的目藥水就要特別小心。雖講開藥的時陣會主動提醒，毋過家長嘛要注意，使用這款的目藥水的時間上長唔通超過2禮拜。若是講症頭也是無改善，建議趕緊回診予醫生檢測。類固醇有的有，對，就是怕小孩子點了會影響他的眼睛。成分我會看啊，對啊。
真侪家长拢讲会特别注意药品的成分，嘛会尽量要求唔通开这种类固醇的目药水。啊，毋过医师认为，唔通因为惊讲出代志就买点，若是会当照建议的一天一改，或者是使用的日期唔通超过2礼拜就会使。啊，若是像过敏性的目睭疾病，嘛会当考虑其他药仔来代替，或者是有病来减轻无爽快的镜头。记者综合报道。有关是这国际方面的消息，这印尼有2000万人得糖尿病，讲食饭，互人认为讲是这迄糖有称关重要的关键。除了有人伫社群媒体鼓励人较卖食饭的以外，就寡这地方政府即马嘛发起了讲一礼拜1天卖食米的运动。以食饭为主的东南亚国家印尼是全世界第3大的中华社会国家，国内种的不够食，佫需要为国外进口。伫街头的国民美食印尼炒饭，佫是当地食米文化代表。真侪印尼人差不多每一顿拢爱食饭。啊，毋过最近这种爱食饭的习惯出现一寡转变，原因是健康考量。虽然饭的本身有纤维佮重要维生素，啊，毋过已经好好处理过白米，若是食伤细，可能造成血糖体悬，增加胰岛素抗性佮第2型糖尿病风险。目前印尼全国2亿6千万人得到糖尿病，有2000万人。糖尿病是干那所中风甲心脏病第3大杀手。部分网友伫社群媒体发起买食饭运动，得到越来越侪人响应。甚至有一寡地方的政府嘛公开推动每礼拜上无1天买食饭。随上食饭会伫印尼普遍，是因为第2任的总统苏哈托伫1970年代推行正常化计划等相关政策。过了10年落来，渐渐变做文化。一直到即马，真侪印尼人拢认为，饭是比其他的主食更较健康、更较高级。啊，毋过随着糖尿病患者一直拢遮尔多，民众嘛接受到新的医疗观念，米的地位受到真大挑战。记者综合报道。沙烏地阿拉伯打温泉葫芦赛车1年外，已經有女性伫賽車這一項摕到袂歹成績，嘛出現了頭一位伫本土參加比賽的查某賽車手。穿真色派赛车衫，戴真重的安全帽啊！27岁朱法里顶礼拜伫真保守的沙烏地阿拉伯，加入男性主队赛車，替女性買當伫賽車場比賽寫歷史。The ban was lifted last year, and I never expected actually to race professionally. And the fact that I'm doing it in less than a year since I started racing is amazing. 为西部城市吉达来朱法里伫美国接受教育的时，摕到驾照，做赛车选手较无1年，嘛是沙烏地少数参加一个赛车的女性选手。伊讲赛车对沙烏地真侪女性来讲，可能真青春，啊，毋过伊鼓励大家勇敢试看卖。If you, for me at least, with racing at least, is taking that first step and going after racing was the scariest thing because you don't know how to do it, and I think that's for a lot of women in Saudi. It's something so far away, and maybe they haven't done it before, but you have to try. 沙烏地為了改善國家形象，最近改度對女性的真濟限制，除了允許女性賽車，嘛讓女性掛在自主權。21歲以上的女性自由旅行，免得到男性監護人的同意辦護照。不過有10位爭取改度女性賽車競爭的女權運動者，選擇去年向領接受審判。佮傳出有人向性騷擾佮虐待，先當局否認，不過沙烏地女性要走向平權，佮有真濟限制需要拍破。記者綜合報道。全球資訊網的發明人博內茲里講，要殺出一套全新的全球資訊網，上5網的就是會當擋掉這一寡政府甲企業亂用網絡的情形。全球資訊網 WWW 的發明人英國電腦科學家博內茲里最近發表全球資訊網契約計劃，希望照着建立一套網絡使用權利義務規範，阻止錯誤信息在網絡散布，以及企業甲政府不當監控。This is in a way the first time we've had a rule book in which responsibility has been shared. 博內茲里伫1989年發明全球資訊網，30年來大大改變世界得到資訊的方法。伊為去年制定所謂全球資訊網契約，雖然無法律約束效力，不過谷歌甲並且等超過150個組織已經表態支持這項計劃。科技企業收集數據的商業模式以及無透明的演算法，常常遭到外界批評。不過博內茲里認為，企業甲政府參加同款重要。Having them in the room
is really important. Yes, they do have an effect. 这几年网络对选举结果有真大影响。本日做地表示，伊个人无支持社群平台依照无共款的受众量身抗政治广告。You're not trying to get people to find the best vacations. You're trying to manipulate them into voting in people that are actually not in their best interest, for example. 面对部分国家，亲像中国甲伊朗限制网络使用，更加强网络审查，伊建议应对用财政压力提悬因开放意愿，让国内网络资讯更加自由流通。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最后要来关心天气，因为这气象局议员针对着湘北地区各家人有发布了这大雨的特别请乡亲爱特别注意，出门爱记得早雨伞。来看各地天气预报。家人大埔新北拢落雨，温度是17度到23度。来看伫个中部地区。拢算出是好天，温度是19度到27度。伫南部地区嘛是好天，温度是20度到29度。伫东部地区有的所在有落雨，温度是18度到26度。广东的朋友，金门马祖温度是15度到23度。以上是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新闻最后要带大家来看随风景，咱再会。